呢個咧就係我哋澳門立法會嘅議事大廳，喺1999年嘅12月20號嘅午夜咧，就係喺呢度咧午夜立法。我哋第一部法律咧，澳門嘅回歸法咧，就喺呢度立㗎啦。由一個人哋管治你嘅地方，變翻一個係自己管治係屬於國家嘅地方，呢個好難用係説話形容到嘅，但係你親身體驗到嘅時候，你就會感覺到。我係崔世昌，係土生土長嘅澳門人。咁而家喺社會同埋政府嘅職務咧，我就係立法會嘅副主席。喺呢個細路哥嘅時候，澳門人去返祖國咧，唔係你哋今日想象咁容易嘅。第一個就要過嗰個孔北關嘅啫，當時係一條泥路去澳門咧，係以前咧俾人一個感覺就係一個咧係細嘅城市，但係澳門有澳門嘅特色，就係一個中西融合嘅地方。有400幾年嘅中西文化交流嘅歷史。我童年最大嘅回憶啦，就係大家好出名嘅盧廉若公園啦，即係龍九花園啦。以前咧就係嶺南幼稚園同小學，我喺嗰度咧係念咗2年嘅幼稚園，讀咗6年小學，所以有8年喺嗰度長大，好似翻屋企咁啦。但係呢個已經好大變化，而家呢度就係個主樓啦，同埋有一個祠堂啦。呢度有一個好靚嘅荷花池啊！喺我哋細路哥嚟講，嗰陣時係唔係細嘅地方嚟嘅，但係而家當然地方大咗，覺得呢度唔係好大啦。因為當時嚟講咧，澳門咧係冇大學㗎。我中學畢業咧就去咗香港嶺南書院咧，咁跟住就轉咗去美國去讀呢個完成我嘅學士。喺呢個4年期間，我亦都去過紐約啦，亦都去過三藩市啦，等等啦，去咗美國幾個州份啦。咁睇過同埋覺得都唔係咁適合我。呢個亦都係決定翻嚟澳門嘅其中一個原因。咁呢個係市政廳啦，而家叫做市政處啦。以前我都喺度好多年啦，市政廳嗰陣時我係市政委員，第1屆、第2屆都係市政委員，所以我都喺度工作咗幾年啊。1989年至到93年，當時嚟講咧就係成立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咧，就喺各個界別裏邊咧係呢個揾一啲人出嚟咧，係作為呢個成員嘅。咁亦都係當時我又比較年青啲啦，又係專業人士啦，咁所以好榮幸係變咗成為呢個常委添。諮詢嘅好多嘅，要舉行座談會啦，有公聽會啦，亦都有咧係去訪談一啲人士啦，亦都有咧係召集咧係全澳市民可以自己寫係嚟交俾呢個諮詢委員會佢哋有關意見嘅。咁總共咧係超過1000條。回歸祖國係一個新嘅事物，亦都唔適宜咧係去呢個當時嘅部政府咧係要求去資助。我作為呢個係財務小組嘅召集人咧，所以亦都係比較辛苦啲，亦都要通道去走訪我哋嗰啲好朋友，要求去幫手。當時嚟講，我自己都有個概念，就係要符合呢個憲法啦，但係亦都要符合澳門嘅實際情況。咁亦都要咧唔抵觸我哋國家嘅法律。我自己印象比較深刻㗎啦，第一個就係駐軍嘅問題啦。當時嚟講咧，亦有啲人士咧認為，不嬲都冇駐軍，唔使駐軍啦咁但係而家25年嚟睇嚟咧，駐軍係啱嘅。雖然澳門冇動亂，但係譬如好似救災亦都出現過啦，亦都要解放軍出嚟幫個手啦。第二個就係我哋國內有死刑嘅，澳門呢個基本法裏邊咧係冇寫有死刑嘅，呢個留待我哋係特區政府立法嘅。呢個亦都體現咗1國2制。最後完成咗咧，係當時係我同阿吳福常委咧，係同埋工作人員咧，係由朝頭早喺澳門坐船去香港，喺香港搭飛機去北京，然之後咧係去交俾我仲記得喺邊度。喺北京嘅港澳中心啦，一日時間先要去到北京，從開始至到係交個諮詢嘅結果，都有自己有積極參與，咁我覺得係一種好似釋放咗一個責任咁。後尾亦都得到嘅結果都係正面。
大家所考慮嘅啦，就希望嘅生活方式不變啦。咁而家我哋香港啊，舞照跳啦，馬照跑啦，咁澳門亦都有博彩業咧，係令到咧澳門好多嘅人咧係有一定嘅就業嘅機會。隨即升起中國國旗同澳門特區區旗。即係睇到葡國旗落升上我哋嘅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嘅時候，係我覺得係一種感觸，即係好似回家一樣嘅感覺啦，翻屋企嘅感覺。我哋呢批立法議員咧完咗之後咧，當時嗰日咧又有雨又好凍嘅，我仲係記得。咁我哋就翻去咗立法會啦，就舉行我哋嘅第一次會議，就係所謂咧係大家所知道嘅午夜立法。咁呢個主要嚟講咧，就係要將一批法律咧午夜立咗法，到第二朝咧早上咧，我哋國家主席係同我哋行政長官舉行宣誓啊，同等等嘅嘢先正能夠做噶。當時我哋漏夜做完之後咧，翻屋企瞓覺，第二朝又去參加呢個有關嘅真正嘅宣誓啊等等嘅儀式。嗰日比較即係又忙啦，又興奮都唔定啦。我瞓得幾個鐘，真係一生人裏邊係幾個大事一齊發生。呢個係2000年回歸嘅時候咧發行嘅澳門100元嘅鈔票，呢個係特區第一次發行嘅鈔票。呢張咧係中國銀行嘅，左邊呢張，右邊呢張咧就係呢個係大西洋銀行。大西洋銀行咧就係葡資擁有嘅銀行，呢個亦都代表咗澳門嘅特色，亦都代表咗咧澳門一國兩制。解放軍入城咧嗰日好高興因為跟住就喺立法會亦都做咗駐軍法，我亦都有參與有關嘅工作。嗰日我有去迎接解放軍啊！我喺我主要嘅朋友一齊喺呢個而家嘅舊東方文華對面，當時喺呢個賽車看台嗰度睇住解放軍一路係友誼馬路嗰度入城。99年咧對我嚟講咧係一個係轉跑道，亦都係一個新嘅嘗試。變咗就係特區政府咯，乜嘢都係唔同。呢個最大嘅變化就係自己當家作主啦。因為主要嘅官員好多都係從商界、從其他行業轉入去呢個特區政府工作。例如我弟弟啦，佢係後備特首啦，當時佢係社會文化司司長。因為係一個呢個摸着石頭過河係好大嘅變化，亦都係要一步一腳印嚟做出嚟。當時58一樣嘢，你有興趣同埋你係嘅老師團隊係吸引到你，亦都佢嘅知識令到你覺得要向佢學習嘅。咁我諗呢個係事半功倍。我個論文就主要係澳門嘅基本法同憲法嘅有關嘅合同。雖然當時好辛苦，成日要飛北京咁，但係都係一個值得做嘅事，亦都係對當時嘅未來咧，至到今天咧，我都覺得係受用。之後我哋就成立咗呢個基本法推廣協會啦，將基本法同憲法啦，同埋國家安全係成為一體。因為國家安全、澳門安全，自己先至可以安全。呢個係佢一個系統性。作為呢個人大嘅基本法講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嘅副主任咧，亦都有參與咧國家憲法嘅303啦，關於嗰個博彩嗰個修訂嘅法律啦。咁澳門嗰個博彩法嘅修改咧，亦都係咧。堵塞咗好多漏洞，亦都係對澳門嘅長治久安同埋澳門嘅博彩嘅係規範化、正常化咧，係有好大嘅幫助。我覺得個發展機遇係只有越嚟越多。我從79年翻嚟澳門之後咧，就開始我嘅會計師事務所，從2個人至到今日咧，到有60幾人喺澳門咧，算係一個比較有規模嘅會計師事務所。亦都係隨着呢個發展，隨着整個中國嘅發展個開放改革咧，
咁呢個我哋個行業咧，亦都得到係一定嘅發展。港珠澳通嘅儀式我都有參與，我早一晚，我記得我哋去咗橫琴住完之後就去嗰個大樓嗰度睇住嗰個儀式嘅。港珠澳大橋係一件真係世界少有嘅工程嘅。基本上嚟講，呢個粵港澳大灣區就係一個係機遇俾澳門，係將澳門咧係成為一個更好嘅平台。咁喺民間嘅職務咧，我亦都係澳門中華總商會嘅會長。我去咗廣州啦，同書記啦，同埋省長啦，同埋佢有關嘅領導啦，係作咗交流座談。我過去喺讀完書翻嚟呢幾十年，都係不停咁馬不停蹄咁，冇停過工作。所以喺我嚟講咧，就係年年都咁精彩。回歸係整個澳門嘅一個大嘅轉折點，但係回歸之後，大家睇到係澳門嘅不論經濟社會都係得到發展，係一個漁村鄉村式嘅城市變咗一個國際城市，自己係有份係呢個參與者、見證者，咁呢個係值得同下一代都可以講。